天节目中为您介绍这位，说实在，他演唱这个台湾歌谣有他的独特的风格。是，在他的词曲中啊，这个唱出了很多我们生活在台湾的老百姓们的生活百态。对，那么今天为你介绍他的代表作，也是招牌歌，叫《安东哥买菜》。安东哥，安尼小刘嘛，小刘过来啊哈。不是咱的老前辈啦。啊，跟前辈啊，哎呦，一波欢喜呢。要叫小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欢迎小刘。刘福子先生。呛呛行，你就呛呛去，上街到菜市啊，菜哪定啊当伊哦。迄安东哥啊咯，我双脚行入到菜市，开嘴叫一声我目睭插插呢，东边看过来，啊西边看过去，起一目哎呦看一记，迄落飞机肉，飞啊吱吱，散的红起去。我安东开嘴就问起，当一路一斤是要偌济钱？迄个太惊兄就话因伊，贵的一斤5角钱，遐瘦的搁一斤是要6块4哦。安东哥啊咯，实在有摔拍，搁顺线买个肉，还要转来去煮三肉，钱家用互伊担，还顺线买猪脚，买鸡脚，又搁买鸭脚。我嘛甲伊，又搁看袂起，煞甲带迄个红姑仔搁定啊当伊，遐东边拢过来，西边搁拢过去哟。迄安东哥啊咯，迄安东买菜真正牛，味素是要转来要参汤头，迄落罐头酒，啊五加皮，买啊酒搁是要食大天，我着赶紧买排排，搁转来去哟。安东哥啊咯。小哥你好啊，这样对啊，老刘你好，小刘啦，小刘啦，哎呦，你看嘛，你看伊今日穿这身躯，哎呦，哎呦，有够花啦，你也看嘛，哎呦，这无法度，啥咯？这身份证拍无？什么意思？哎呦，袂记几岁？哎呦，袂记啦，哎呦，你话个呢哈，这怎么讲？就是活到现在来讲，一直到我来讲这什么？你讲安尼什么话？你讲啊，袂输讲买迄落去啊！你讲安尼什么？你话假呢？哎，讲到咱这个小刘先生，我们就差不多。哎呀，这个一直从年轻到现在啊，始终的保持18岁的心情。对，那该你学的时候才真多呢。虽然伊的头毛金嘛，啊，佫是一脸幽梦。哎呐，迄吼啊，迄我拢袂记啊，你佫提起。哎呦，往事的这个只能回味安尼啦。咱讲实在，咱即摆目前吼，一个综艺节目吼，唱台湾歌是有啦吼。对了，深入去了解他，较少啦。对，而且唱比较奇怪的比较少了。我知道我们刘大哥一直到海外去宣慰侨胞，哎呀，那个台下的有一点年纪的人啊，因为常年旅居在海外，听到你的歌，我想为了切把塞了。我靠，这些歌要听都听袂到呢。比如讲，咱的杨团长都好，拄仔你讲嘛，咱28年厝的，伊样阵啊时阵吼，听到迄个什么烂弹的，我听到你唱这歌吼，好亲切哦。伊这么亲切，伊都他妈考出来。啊，有影把我当水落，啊，就等歪去。你知无？你看伊吼，咱哪开讲，咱来唱一寡遐较有诶无诶，较奇怪，对，稀奇古怪。嘿啦，对，咱话爱讲啊，莫伤搞话啦。对，莫伤搞话。吼啊，奇怪。对，唱一寡奇，迄落怪。奇怪。哦，奇迄落怪个。对，安尼啦，我来打头阵，你看这条有奇怪无？好，这条有怪无？什么名？就是迄条。倒一条？倒一条？案头啊，迄条水鸡。哦，那条水鸡哦。现在唱比较怪怪。水
无伴来佚佗。都还是几个，这算怪歌吧哈？这条是有怪，这条无遐怪的啊！啊，你唱就比较怪的。那个啊，你拄好什么？哎，说不定滚牛告的。对了。我来个怪歌。哎，你也来首怪歌啊？对，好啊好啊。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怪歌的背景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我们这个中国著名的文学一本书叫《三国志》，《三国志》，你不要看过。这我知。《三国志》的连续剧也有看过吧？戏剧也看过。我捌听过不？你唔捌？你唔捌？我捌。你捌啦？你唔知哦？2000年前，2000年，突兀。安尼一定要欣赏，对吧？突兀我请。对，好嘞，好嘞。小刘让位。阿强，剪辑配来怪歌。同山结义，三兄弟同心同志，好有真大的志气，强心一致，愿父兄弟关公父老兵，张飞关公父老兵。这有怪不？哎，真的奇怪，这很有歌呢。我倒转来。哎呦，2000年前都挖路子的。你唔知？哦，你唔知？啊，这个就你小刘。就我哟。好，安尼我来甲找一条怪歌，合作。找一条。乌公公，宜兰的民谣。对。很少听到这种乌公公的。对，这是很少。不如来听看没？对了，乌公公是什么物件呢？其实可能我上艺术，就是押那个韵，押那个韵，处理高追呢。嘿啦，对了。那提到我们这个刘大哥，真的在歌谣方面哈，有一种哈无旋律性啊，嘛无固定的歌词，很随性的，随口就唱。比如说这个采茶宝歌，满地修波在茶山修波，即兴的。看到什么东西就唱出来，跟他吟诗一样。对，很自由的唱法。那不来一个。我今麦来，我今麦要唱什么内容哦？我来唱迄个问你妈妈好。我试讲嘛。啊，飞飞恁娘伫倒位咯？伫阮兜。哪会无人？哪会拢无来剃头？去唱卡拉 OK。到底伊现在是好唔好咯？真爱水。恁阿爸有听伊也无？哎呦，三不过是加减啦。安尼哦，安尼对不？安尼好不？哦，爱食好食。啊，像讲小哥，恁阿兄好唔好咯？哦，这个有。恁阿爸对恁娘是有听也无？有照顾，有照顾就好啦。安尼啊。希望伊下摆会来遮佚佗。来遮佚佗。安尼好。嘿啦。不错呢。嘿啦，朝这个意思。我是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台湾歌谣的一种这种怎么讲呢？很本土、很乡土气息的一种曲风，很根深蒂固，很草根的哈。对，而且啊，现在大概是八到10岁吼，他在有咧班底，而且很有兴趣，真会样唱的人可以保留他们会唱。那差不多哦，嘿啦，差不多哦，大概几乎哦这种歌哦，没人唱咧。也可以说哦，可能比较难一点。真菠菜啦。个人感跟唱一段好不？要我唱好啊！既然来到这，敢嫁唔惊你兄弟啊坐啦。好，你来。嘿，来啦，做你来啦。系。
安尼吼，好你来，好你来。好来讲，啊无来过来唱一条，我那趣味，嘿，叫做草莓啊人加工。啊，加赞。好好啊，我们一起来唱，一起来唱，好不好？好来。好来。无啊哟，无啊，有多啊卖嫌底，哦，啊卖一摆唱完去。好做老杯杯，老人杯杯，人杯杯，人杯杯，草莓啊人加工，啊加工皮薄条，给咱解释。啊福州啊人杯杯，啊杯杯皮薄条，哎呦，很不错。今仔伊听较欢喜，毋是皮薄条，切切条咧。切切条，切切条啊！你嘛唔知？啊，安尼啊，切切条啊，扑扑跳，扑扑跳，扑扑跳是跳，啊切切条不一样了，迄种叫你口速度快一点。哎，我那个拢无法度呢。扑扑跳，丢丢丢讲了丢丢。一个俚语，我拢无你会安尼啦还。我让我来处理。先让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会儿啊。嘿啦，先甲啉一下茶咧吼。嘿啦哈，等你咱来后台再来跟。再过来了。好，嘿啦，谢谢小刘。谢谢，多谢努力努力。谢谢。